照顧緊小朋友嘅你有冇諗過發燒係咪病嚟㗎？邊一種嘅探熱方法最準確？小朋友發緊高燒，你有啲咩可以做？邊一款嘅退燒藥最有效？我係香港護理專科學院兒科院士，今日我就同大家探討下以上嘅問題。當細菌或者病毒入侵身體嘅時候，身體嘅細胞就會作出抵抗，從而產生咗發燒呢個症狀。好多疾病都伴隨有發燒呢個症狀，所以我哋唔可以單憑發燒去斷定咗小朋友病情嘅嚴重性。究竟咩為之發燒呢？一般嚟講，初生嘅嬰兒體温達到38度或以上，而小朋友體温達到37度4或以上，我哋都為之發燒。不過身體嘅體温會有一啲因素而有所改變嘅，例如當其時嘅天氣啦，我哋做緊嘅活動、探熱唔同嘅部位，或者着咗幾多衫等等。乜嘢探熱嘅方法先最準確？其實咧，肛探同埋口探咧係最接近人體嘅中央體温，可以話係最能反映當其時身體嘅實際温度。不過咧，因為呢兩個方法咧都係要放入小朋友嘅身體入邊，所以咧就會容易產生咗不必要嘅危險啦。隨住科技嘅進步，利用紅外線探熱咧就越嚟越普及。最近咧更加發展咗利用手機配合咗一啲相關嘅軟件就可以探熱啦。總之，無論用乜嘢探熱方法，最緊要咧我哋咧就去睇下個說明書，了解咗點用，跟住嚟做。另外咧就要記住，發燒咧係根據體温嗰個趨勢，而唔係量咗一次少少高温咧就等於發燒嘅，所以咧就唔使不停咁樣度住㗎。大部分嘅小朋友發燒都會因為病毒引起，常見嘅有上呼吸道感染，俗稱傷風。如果只係呢個問題，唔需要食藥，只要多飲水、多休息，幾日後就會退燒㗎啦。不過，如果一啲細嘅 BB 好多時因為鼻塞咧，就會阻住飲奶，咁咧就可以少食多餐啦。如果情況持續咧，就可以試下飲奶前用1至2滴嘅生理鹽水滴入個鼻腔入邊，令到鼻腔咧暢順，咁就可以減少咗 BB 飲奶時咧因為鼻塞而要好用力咁樣去啜奶嘅情況。有啲小朋友咧可能咧佢鼻塞咧就會阻住佢食奶嘅。咁所以咧喺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咧同小朋友食奶之前滴一滴個鼻，咁咧輕輕咧就推高個鼻，跟住咧就滴1、2滴嘅生理鹽水喺每一邊，跟住之後咧就可以捏下佢，然後等佢咧個鼻暢順咗之後咧就可以食奶食得好啲噶啦。第二個常見又唔使用藥嘅情況就係玫瑰疹，呢個病通常發生喺2歲以下嘅小朋友身上。玫瑰疹咧通常咧就會好高燒幾日，跟住就退燒，然後就會出㗎啦。因為咁嘅情況咧，所以家長咧，即使小朋友退燒咧，都好想快啲咧用藥物令到佢咧嘅疹快啲退。但係其實咧呢啲疹咧係唔需要用藥，幾日之後咧就會自己退㗎啦。有一啲小朋友發燒嘅情況，醫護人員就會特別關注啦。例如尿道炎，因為一般情況下小朋友係唔會有尿道炎嘅。所以醫護人員當發現有呢個情況咧，佢哋就會揾出乜嘢原因同埋處方抗生素。常見引致尿道炎嘅病菌咧就係大腸桿菌啦。大腸桿菌咧一般咧就會喺大便先至揾到嘅，所以我哋咧就要留意下平時你幫 BB 抹 pat pat 嘅時候係咪用呢一個正確嘅方法，由前邊抹到去後邊，每一次用一張新嘅紙巾。抹完 pat pat 之後咧就記得要用梘液洗手。咁頭先提到咧點樣正確清潔嘅 pat pat 啦，咁所以咧我哋咧記得咧要由上而下咁去抹嘅，咁要每次咧就要揼咗佢嘅，咁之後咧就完咗之後咧我哋就要去洗手啦。另外醫護人員咧亦都會透過一啲檢查去排除因為身體結構引起嘅尿道炎，因為如果係身體結構引起嘅尿道炎咧，就要長期服食一啲預防性嘅抗生素同埋跟進。
第二個咧就係小朋友發燒抽筋啦，因為6歲以下小朋友身體同埋腦部咧未夠成熟，當身體唔舒服、體溫咧有好大改變嘅時候，身體就會出現抽筋嘅情況。小兒發燒抽筋通常喺6個月至5歲嘅小朋友度出現嘅。家長遇到呢啲情況，最緊要就係保持鎮定，留意當其時小朋友身處嘅環境係咪安全，附近有冇雜物，或者會唔會喺高處嘅邊緣。因為小朋友抽筋嘅時候咧，會失去知覺，容易撞到周圍嘅雜物或者跌咗落嚟㗎。跟住咧就要觀察住佢抽筋嘅情況。如果旁邊有人喺度咧，就可以叫佢用手機拍低。記住咧，要記得抽咗幾耐，千祈咧唔好放隻手指或者啲硬物入去個口入邊。可以將小朋友嘅頭部同埋身體咧微微打側，讓佢嗰啲口水同埋或者食物咧慢慢咁吐出嚟，咁就唔會吸入個肺入邊啦。當時家長咧發現小朋友抽筋嘅時候咧，我哋要睇下周圍嘅環境係咪安全啦，然之後咧就要即刻咧去睇，即刻將佢嘅身咧打側，要望住自己喎，因為咧要睇下咧佢嘅面色啦，佢咧有冇續親嘅情況，有冇呼吸，咁然後咧等佢抽筋完之後咧就可以微微咁樣放翻去啦。通常咧單純小朋友發燒抽筋咧，只係會維持數分鐘或者更少，但係無論持續咗幾耐都要去睇醫生㗎。因為醫護人員需要作出適當嘅檢查，排除其他原因引致抽筋。家長可以放心，如果單單係小朋友發燒抽筋咧，係唔會影響小朋友嘅智力㗎。咁咧，當小朋友慢慢長大，佢哋嘅腦部成熟咗之後，呢個情況就會消失。你有冇聽過咩燒壞腦咧？有啲小朋友咧個腦部咧，因為受到細菌或者病毒感染，佢哋咧就會有呢個俗稱腦膜炎嘅情況。佢哋會有異常嘅行為。例如 BB 會喊得好高音，或者小朋友會同你講佢怕光、頸緊等等。如果家長發現呢啲情況咧，就要快啲帶佢睇醫生啦。如果你問我邊款退燒藥最有效咧，我就會話俾你聽，市面上最常見咧就係呢2款退燒藥。不過咧，雖然佢哋叫做退燒藥喎，但係其實咧佢哋嘅真正作用係止痛同埋消炎。就好似我之前咁講啦。發燒係一個症狀，所以如果想盡快退燒咧，係要揾出乜嘢原因，對症下藥先有用。其實比退燒藥透過口服或者塞乾嘅方法咧，功效其實都係一樣。所以咧就唔好同一時間用晒2種方法，否則咧就會好容易使用過量嘅退燒藥，引起危險㗎啦。好多時家長都會話小朋友唔肯食藥，咁點啊？大部分俾小朋友食嘅藥咧都會好好味嘅。但係家長咧餵食嘅時候咧就會有以下一啲技巧啦，可以將小朋友咧一隻手擺喺你腋下，將佢嘅身體咧盡量抱緊你嘅身體，等佢有安全感。而餵藥嘅份量咧，我哋就會按翻佢嘅大細。好細嘅 BB， 我哋要好少份量，例如用針筒餵，我哋就可以用0.5毫升，逐少咁樣擠俾小朋友。大啲嘅小朋友咧就可以俾多啲。不過都唔可以太多，因為其實咧佢哋都係唔可以即時吞晒嘅。夾硬嚟就唔好啦，因為小朋友咧驚咗之後，就以後都唔肯食藥噶啦。嗱，餵藥咧好多時家長咧都會好擔心嘅。其實咧，只要小朋友咧抱喺個身度，跟住將隻手咧擺喺腋下，然之後咧攬實佢，俾佢覺得咧你好有安全感。之後咧就要餵咯喎，餵嘅時候咧就喺嘴角呢一度慢慢咁擠入去。唔係一次過啊！如果好細嘅小朋友咧，因為其實佢唔識吞嘅，所以咧要慢慢一滴一滴咁樣咧，等佢每下先吞到。大少少嘅小朋友咧就可以多少少，不過都係一樣喺嘴角嗰度咁樣餵。千祈咧唔好做其他嗰啲動作，因為小朋友咧佢抗拒之後咧就會唔再食噶啦。如果小朋友好高燒，例如攝氏40度或以上，或者冇胃口，或者咧冇精神玩，咁咧就要快啲帶睇醫生啦。記得每次小朋友發燒嘅情況都唔一樣，所以唔好立亂喺屋企自己攞藥俾佢食啦。講咗咁耐，其實最有效嘅退燒方法就係揾出原因同埋適當咁處理，多飲水，多休息。不過小朋友發高燒嘅時候咧，可能會好攰嘅，我哋可以同佢沖翻個暖水涼，等佢體溫稍微降低，跟住咧就可以喺個時候俾水去飲啦。佢可能唔肯飲水㗎，不過我哋可以俾所有嘅流質去飲，只要佢肯飲就得㗎啦。
呢輯香港護理專科學院為你製作嘅專科護理3分鐘嘅演員，全部都係學院嘅院士嚟㗎。而所有學院院士都係專科部門裏邊嘅高級實踐護士，即係 APN。佢哋讀完註冊護士 RN 之後，要透過專科訓練，要累積多年臨床經驗，仲需要通過香港護理專科學院嘅專科考核，先至能夠攞到院士嘅資格㗎。學院嘅院士分別服務喺香港各區醫院，發揮所長，致力確保市民能夠接受到既安全又專業嘅優質護理服務。鍾意呢條片嘅朋友，記住要讚好同埋分享俾身邊嘅好朋友，仲要訂閱埋香港護理專科學院嘅頻道，你撳埋隔離個啷啷，就唔會錯過我哋每一條片㗎喇。拜拜。